讲到这流感已经来到流行期啊，干那顶礼拜呢就超过11万人次，因为流感去互医生看。若讲到这新冠疫情，目前日本、韩国拢进入到高峰。疾管署也预告讲，台湾伫咧双十一个中秋连假过后，这确诊的人数将可能会升悬。提醒咱的观众朋友，10月初一开始就公费疫苗会当注啊，这厝内面若总有4大婴仔，就要赶紧带去注疫苗。 发烧头痛，人感觉虚累累，就要注意啊！恐惊是流感。疾管署公布，顶礼拜流感门诊急诊的人数，拢总有11万多人次，比前一礼拜加出来13.1%，正是进入流行期。疾管署也提起10月初一开始公费的流感预防车，就会当开始注啊，鼓励符合资格的民众会当赶紧去注。流感的疫苗呢，马上就要开打，而且今年的一个流感的一个疫苗株，跟我们目前流行的一个 病毒株呢相符，那所以呢会产生足够的一个保护力，所以我们预期呢，这个只要民众呢踊跃的来接种一个流感的疫苗呢，那就可以让我们的一个流感疫情呢，控制在可控的一个范围。另外，疾管署也提起，最近新冠疫情伫咧国外开始传，尤其是台湾附近的日本、韩国，目前是疫情的高点。预告台湾的疫情可能在10月中就会开始流行。邻近国家的这个新冠疫情也都还是在高点。那这是我们国内的这个新冠疫情，新冠的就诊人次。那么在上一周的话，大概是2184人次左右，也是在一个相对的低点。 疾管署强调，过来就是双十中秋连假，根据恐惊会增加感染的风险。今年公费疫苗伫咧10月初一就当开始注射，有分2种，分别是流感的疫苗和新冠疫苗。注射的对象和去年同款，提醒民众厝里若是有4大，也是婴仔，拢要特别留意。记者陈阿选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